非洲南部的普查纳最近发现全世界第二大粒的旋石原石，有到2492克大，这价值呢可能有到美金4000万以上。一个矿场的加拿大矿业公司就把这粒旋石送予普查纳总统。2492克拉的大全球原石，比军头部较大。加拿大卢卡拉全球公司伫普查纳东北边的卡罗维矿场开采出这个珍宝，佮将伊送予普查纳总统马西西。马西西我喊起详细看，好亲像已经看到伊用为国家大大建设。Kids going to school, food coming in, and I can see roads being built. 这大泉石敢若属乎1900年南非发现31006克拉的库里兰泉石后边，加入世界第二，也是普查纳开采出上大的泉石王。卢卡拉泉石公司使用特殊的电工技术精巧辨识，将完整开采，初步估算价值伫4000万美金，合代表12亿以上。We used a lot of the mineral wealth to create a lot of opportunities for Botswana, right from schooling to employment creation to boosting of the economy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普查纳是全球上重的泉石产地之一，产量差不多占全球2成。这几年国家跨国保值业者签登记，吸更加侪投资开发。目前国际泉石计划因为闪石培养泉石，甲全球消费索案的出世面临落差。不过，依然是普查纳重要经济动脉。总统马西西讲，每一粒拢珍贵。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